我来看联合国安理会将表决草案，要求以色列甲哈马斯都要随无条件永远停火。这是有14个国家赞成，不过美国是单用好寡权，所以讲草案永远是无法度通过。除了战火威胁，这欠物资的问题是加沙上界严重的，目前超过200万人要其失踪。这红十字会就讲，这加沙的情形是比地角更加凄惨。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家投票表决一项，要求以色列甲哈马斯随立刻、无条件而且永久停火决议草案。结果虽然其他的14个成员国家拢投赞成票，不过美国对这件案件行使好国权，和这项草案无法度通过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讲，华府无法度支持，无谴责哈马斯，也无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，并且撤出加沙的决议，并且讲这项草案会破坏美国领导下的停火斡旋努力。It is unconscionable that the UN still has not labeled and sanctioned Hamas as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. This resolution would undermine diplomatic efforts to reach a ceasefire that reflects the realities on the ground and emboldens Hamas. 这份由阿尔及利亚提出的草案，除了要求停火以外，也呼吁提供无受阻碍的人道援助。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对赞成草案的国家讲，因选择高息甲屈服是走向更加侪恐怖主义的路。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批评以色列扩大军事行动，并且严重限制援助的行动。巴勒斯坦也谴责美国的反国行为。One would have hoped that these minimal demands that are dictated by humanity, by legality, by morality, would have received unanimous support. But unfortunately, they were faced with a veto. 虽然以色列顶个月已经解除对加沙11礼拜封锁，不过援助要进入加沙依然是真有限。目前已经有200万居民面临着饥荒的威胁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艾格尔伫接受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访问时阵讲，加沙的情形比人间的地角也更加害。بنتنا كانت من سوق التغذية من وين نجيب أكل للناس؟ وهم عايزين ناخذ الطبيخ وخلص الطبيخ، بدنا فش الطبيخ خلص الطبيخ، كيف بدهم يعيشوا الصغار هذول الأطفال؟ 艾格尔伫4月时阵就讲，加沙是人间的地角。根据加沙卫生部的资料，已经有超过54600人死亡。伊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加侪行动，帮助改变加沙目前的局势。公司新闻，张伟林编写。